欢迎全世界华人朋友做来收看上好看的为三为水为利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蹦恰恰。今仔日破声卖拍伤大声，今仔日大家较认真小看，因为今仔日的来宾算讲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人物在。这个人呢，根据我个人对伊研究的生相，应该是唱家族的。家族拍袂死，拍到位啊！唔免见日头，唔免见月光，拢无要紧。哇！这款的人代表伊伫社会任何所在、任何环境之下，绝对有伊生存的功力。高嫩症，是。嫩症。是嘛？伊相信伊心肝内心花蕊蕊开啦。但是我嘛是心花蕊蕊开啦吼，因为我呢接到这个观众朋友写配合来。哎呦！啊，别这句。写啥物？写啥？看无。台湾有恁真好。哎呀，哇！伊讲感谢贵制作单位画山画水为林拢店安珠老师，以及贵节目主持人碰过钟贤啊、季万珠、严雅雅，哦，这个招着吼。英英的。全体工作人员真正非常感谢恁唤醒，就是甲阮叫醒，叫醒阮这只都市嘅台语神经。阿弥陀佛哈！即马甲是大人拢用台语伫咧讲话啊，比以前搁较骨溜。讲台语的时阵嘛，愈来愈有自信。希望贵节目会当愈来愈受欢迎，和愈来愈侪人了解台语的水甲趣味。拍破！哇！感动。搁有一句上重要啊！希望恁的节目会当做几百年。哇！这个无啦，我家听。我是希望讲，我之前都有讲过嘛，做我爷乖啊嘛是。欢迎收看画山画水画林东嘛拖咧乌白梦。希望有一天，咱要搁替台语伫咧服务，互台语会当满世界。有啊，画山画水画林东来讲台语，世界通，这是上好。当然，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咱节目若无伊，不存在地安珠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大师彩云喜相逢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风采伫咱电脑书的地书当中，有讲有一个大师对不对？有讲有大师嘛？可见今仔咱这个来宾有大师级的人物。哇！本节目你一定唔捌看过啦吼。嘿，我今仔第一摆录吼，啊进前吼，就想要看，啊拢无拄好无看到，嘿。今仔节目到这为止吼。这节目就是讲吼，主持人啊讲就想讲话，伊才讲话。哦，安尼吼，安尼吼。但你已经讲出地话。对。所以咱为早囡仔开始，啊，照节目的听词，来宾爱用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请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卡伦，我是演电视的，我拢演歹人，啊，不过我演歹人演了袂歹。啊！我拄则来的时阵，伫咧画总经的时阵，画总经啥物件？画总经是放尿的呢。唔是画总经的时阵，看到玉林哥，我感觉伊唔是大家想的安尼，伊这个人正派。正派啦。正派，正派吗？人不可看外表。唔是因为我无听到伊咧讲别人的有诶无诶。我听到这。我真的无，可能伊是演出来互大家看的。咱连在讨论你啦，讨论你。讨论我。为免言过你会互人，若要叫你去搬就叫搬就歹啦。我可能是我演技上好，我演歹。毋是啊，因为我拢演迄个，就是大某翁的
大某外口饲的迄种啊。奇怪，啊，你的水甲咱常叫你演迄就无意思啊。哦，因为我唔知影因讲请我演好人伤无彩啊。真的啦，我有这句，请我叫我演好人一伤无般啊，外彩。口的查某一定拢生到比吼正宫较水，大面的。真的吗？无一定呢，无一定你。敢捌看过？有我嘛是有拄着这种的，那种比外口的较歹比原配较歹。对。大家知影你带一个幼气的，大家知影，好不好？无啦，差较差，毋才差17岁尔。哦，你会当做伊爸爸呢？我高中的时阵，伊个是迄什么？红迄台语免哪讲，卵子的台语免哪讲。是一个我高中的时阵，伊个是一粒卵的。怪怪的。无啊，各人做家，各人担，阿弥陀各人因缘，各人处理。恁顶世人，恁认为什么款的这个哥哥弟，阮无管。今晚拜托你，我对你吼，算讲我有咧排戏嘛，有咧捧，我总爱上迄个演技自然的。哦，即马你徛喺两个后壁，我徛伊两个后壁。哦，这两个是恁，袂，这两个是恁翁外口教的两个七啦。啊，恁翁食食歹。无因两个做口碑，因两个个是有熟悉，啊，你要安怎骂？我没。骂因两个，伊白白起来。我问你，我哪时候叫你拜神，你就要介意？啊？你靠近看吗？小丽，我甲讲我恁翁。歹势，都袂当安尼。无要紧，好，我互你。啊，你共款一句代志，你莫为我一边讲哦。我讲伊我针对伊，你咱即马解释，恁翁伫遮拢无话通好讲安尼，安尼就有对象啊嘛吼。啊，伊白白起来。你讲啊，我后叫你拜神，你要介意？啊，讲有，这样肥才会落去哦。哈？你头壳有问题，你细心哈？你讲这水啊？我叫你骂两个，你骂我。我问你，你下骹敢无用？这会讲爱吗？我讲就这样，谁拜谁？不是啊，无诶，我因为你伫咧厝诶，就是这么歹，我毋知外口，我毋知。就算我对你搁较安怎摆，这种你才会落去。你敢对起我？这毋是。你敢对起观众？啊？无诶。嘿，你搁看，这散个无办，上无我搁有一点仔身材。今仔日你都刚好你看到啊，你甲因谈判啦，我无话讲。我不会谈判啊，财产分的啦。我最近开偌济，你敢觉？敢讲你唔知伊最近咧欠笑，隔壁点点啦。无咧理你诶，我要换对象啊。毋是啊，你我感觉玉林哥可能趁较济哦。咱两个未离婚，手续还未办，你你先。即摆已经办的啦，这食摆你。但是今日重要是你要去甲因冤家，毋是甲我冤，你甲我无效嘛？唔是啊，迄人是你咧用的，唔是我咧用的，我无骂你马相啊。因看起来嘛是有苦衷，因是安怎会算你？哎，因两个毋离婚是不是。你甲人骗？你出这支嘴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我我巴桑，莫安尼啦。隔壁点点啦。我今晚要甲苦劝啦，恁人亲戚就带出去啊，穿有流泪就好啊啦。我无爱啦，规支穿我都无爱，即摆较负责。我无爱。我甲你讲，你两个若是以后，甲我手碰过，我就放火，甲恁家规个人拢烧掉。哦，安尼我会叫护车，啊，搁有消防车来。是了，你演煞未？我演耍，拍我演拍厉害啦，厉害！我大你演，咱大家一定叫你演歹。对啊。因为我演戏的时候有气势你咧讲放火做啊自。然，咱亲像逐工拢咧放。嘛真正有气势。敢无演过好诶，温柔诶。我演一遍，啊，毋过吼，这个戏就互我死两个翁，我内底有交一个有嫁两个，啊，两个伫咧内底拢死啊。看安尼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可能无适合演好人。所以你戏内底你嫁一个迄个翁来一个去互车弄死，
一个去互人拍死有。够恐怖。我本来想要叫伊演一个温柔的看卖好。伊这吼，昨暝食着狗会翘起。嘿啊，对啊，我哦，你怪。用人敢若挂韭菜，对啊，所以自迄部戏了后，我就拢演歹人啊。迄出戏毋迄部哦，戏。迄出戏了后，我就拢演好。这问题我要请教老师，原来用翁敢若挂韭菜。啊，老师嘛咧算命永安挂就对了。菇菜是现在做因为online 韭菜咱咧挂韭菜，无可能一丛一丛，韭菜一定要规把。哦，所以用咱挂，亲像挂韭菜，用一概用足济。伊可能长长啦，长长的查甫做相公，长长的查某吼，去安是啊。啊。好来，这位大师，麻烦你用台语自我介绍。要台语自我介绍都请困难的。镜头里边。大家好，我是为外太空讲卡行天宫的沈玉林。哎，这句话较早拢用国语、用英文咧讲，通常要解台语都困难的。英文。 Everybody, tonight is good night. I am William Shen Yulin. I come from space to. 哎，好啊呀呀，that's all. 呀，OK，这个玉林哥啦，吼，哎，玉林。为无后转无前，对无？有的人是讲哦，迄个做物件做久度，我就看去头前，较早迄个方季伟啊，啊，对。嘛是为无后转无前。对。但查甫要成功较少，古早拢一寡怪物啦，什么贵州钳啦，做道具的啦，洪都拉斯啦。陈为民有无？ no 啦，拢嘛是为后壁来头前的，但是你上成功。哎呀，慢来讲，系啊。吼，你安尼刚徛在徛我算较认真啦，系啊。我要甲大家讲，最近趁偌济，最近一个月100万起跳。无啦，唔是啦，200万啦。滚灯节，咱就是俗语咧讲，歹年冬会搞小人，小人会出头天啊。哎，这句话不了铁力哦。是啊，啊，咱做演艺吼爱笑，迄演艺上惊吼一半一半。哦，啊无做好，啊嘛无做烂，啊无你就好较互人哦拍破啊，啊无烂较互人笑出来。所以你是最强我。是做烂的，烂较会笑出来。烂有烂的效果，嘿，对不对啊？上惊一半的，迄一半的吼，咱唔知要创啊。半桶水，嘿，半桶水。迄是属于两种极端啦。你袂不你缘投甲变过，对，无你会歹甲要出接，嘿，你是算迄种。我一摆但是无够出接啦。你好，我甲你讲者。来，考一下大家台语的程度，我是看拢无问题啦。你演8点的，你的台语写叫安尼。我先考了，再来看迄个老师简简单。你今来考文白音，老师文白音你要甲人说明者嘛？文白音其实是讲咱祖先啊，早期因为晋朝吼八王之乱走去泉州一带，所以泉州人讲的话，咱大多数甲讲做是白话音。啊，尾来东调单元讲吼，统治咱的祖先用东调的官话，教咱的祖先读四书五经读册，所以用东调的经稿叫文言音。所以简单来分是安尼啦。所以泉州人拜保生大帝，漳州人拜开宗圣王，你其实拢牵做伙安尼。像讲吼，咱去游山玩水，啊，爬山爱啉水，游山甲水，这就是文音。老师，感谢老师的解，安尼了解啦吼，了解啦吼。了解。就是这句内底共一字无共文白音一第一背来过卡落去。哇哦！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花世界，使人心花开。花世界所以心花花甲花。哎来，我说文白音呐啊，。这间庙有3个三太子，三甲三，爱三尊，哦3尊三太子。你好未？好好啊，我打得好，我准备足久啊。哎，我说文白音呐。我讲，阮丈人爸是大丈夫。张甲中嘿，张甲中。我说文白音呐。我讲这是啥物问题啊？请问这是啥物问题啊？问甲问，请问啊，这是什么问题？请问这是啥物问题？是哦，有读册哦。有。我说文白音。去学校学物件，
去学校学物件，加二，学甲学，耶耶，我说文白音，马英九骑马，这个出现500几遍。无吗？马英九骑马，九秀马，你也解释，你安尼想，你个讲起来，你个讲起来，好，啱啱我说文白音呐，这个大校去大，这个大学去大楼，这个大这嘛捌讲过，大汉大，大甲大，我无讲过。捌紧新娘你过。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西嚟食西瓜，西嘞西瓜，咱讲西迄是一个少音字，哦，这音嘿味，哦，这是中学呢，较讨论过真侪遍，所以这西嚟食西瓜可以吗？袂使西是少音字，安尼哦，西少音嘛，佮西哦西平安尼。哦，哦，所以搁换一个，我这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香港的香真香，来这套，伊讲香港的香甲香其实是会使啦会。使啦啊，哈。芳是另外一字，毋过香伊这两字会有用到就会使啊，你啦。就讲香港真芳就好啊。我说文白音呐，哎，歌上敢若有一条一心路，一甲一，嘿，一条哦，一条一一心条咯。条一心路，我跟你讲，甲一，真正要安尼，我今仔日要做这，我就讲吼，这诗，不这学员一定摕高阳遐路来做文章。哎呀，啊，不就只能杀死即嘛？摆路名袂使讲啊，路名路名袂使袂讲，讲。叫你哦。哦，来，我说文白音，我讲，考试60分，会当分财产。分甲分分，甲分，考试60分会当分财产。分是文音，分是白音，系对。哇，恁兜遐凊彩哦。嘿，阮兜，我是讲别人兜，阮兜20分就分啊。是。来，姑娘啊，来，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4个人食一碗素心汤， 4个人食一碗素素心心汤，汤，遐咸哦。伊讲素心啊，这样食一斤。不是4个人食一碗素心汤，水四含哎是呦，厉甲害素哦，，吼，这是数字的文白音嘛吼，对，数字尽量撇免啦吼。来，我说文白音呐，钟嘉玲是好人，人是文音，人是白音，庄稼人是好人。所以你甲中间人有熟哦，哎，袂歹啦，袂歹，伊有原来吼。哎，我有原来，中间人的来哦。有这个朋友叫钟嘉玲啦，哦，来，这是上好的学员吼，来，有，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木川做木工，木木川阮爸的名。无错，对啊，木加木，嘿，木加木。对啊，厉害厉害，阮哪知木川是啥啦？阮爸。你也讲，我讲阮爸木川咧做木工，我讲阮爸木川咧做木工，还在听有。你会知哦是不？是就厉害？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有天公伯啊保庇我，天天拢欢喜，天，可以使吧？天，嘿。我说文白音呐，爬山去山顶，啊，不是，较紧诶，爬山去山，你要山甲山对不对？你是对，爬山去玉山爬山，哎，会使啊会使哈。你甲逼一个，你看，哎，实际拢逼出来。我怎么了呀？我说文白音呐，我讲，我穿红衫唱四季红。红这真诶，啊，我说文白音呐，食圆啊才会圆满，请圆啊，才会圆嘛，圆甲圆圆，甲圆文音嘿对。所以，我说文白音呐，啊，林世龙是我这世人的老爸，即摆大家是要唱老爸就对啦。今晚都会跟我老爸什么啊，是在讲啥？你在讲啥？爸的名，伊学我了，甲伊爸的名嘛讲唔出。阮爸的名叫做林世龙，啊？林世龙，伊是我这世人世界的世，对所以这世人，的老爸，世甲死啊，嘿。对啦，啊，你对啊呢，
没有不要那边大家要讲老爸。阮爸叫新秋山，我敢来讲出来。新球山去爬山，阮母啊叫陈金枝。哎，不要安尼啦，来，我说文白音呐。我讲风雨高甲的天气，爱会记得穿雨鞋。我真系讲，风雨高雾加雨，红高啊，天气爱给请我。我说文白音呐。寒冷的寒天，使人畏寒。对啦，寒甲哇，寒，这厉害，这厉害。我说文白音呐。我的老师是老师傅，老师是老师，书甲师。我说文白音，阮族的地点足远的。弯脚。哼，哎，对对对，文白音，哼甲弯。我说文白音，罗东伫咧台湾的东边，罗东伫咧台湾的东边，罗东伫台湾的东部，东甲东。当，不然跟我讲这。我说文白音呐，放个老皮水一流。老甲流，老皮水一流。因大坑吗？哎，老皮水一流，后人安尼学落的，我来把紧啦。我说文白音呐，这个大叔无读册，书册，猪啦，这个大叔无读册，猪，因无你册就无共字啊。猪哦，这个这个大大叔，叔无读书，这个大书是文音，无读书，一切是这一切，册你大概。读大叔无读书是要做大叔？伊这个真像马英有想要共款，倒会出来就好啊。我来记俗语，讲了好。啊，顶住啊！我啊，来，你讲留意啊，滚一记。我甲你讲，公主啊，来伊安尼吼，你行一步安尼就特动啊啦。你别得观其不语真君子啦。我甲你，我是惊你唔知你影。捌看你样，这台马当然嘛是爱行来吃，我说唔知。对嘛？别讲这样。对啊，我跟你拍咧。我甲你讲，袂当行遐啦。我看你唔是安尼讲公主你安尼就倒啊啦，你差一步将军啊呢？差一步就滚。我甲你讲，我即马一步滚咧，伊就倒啊。无啦，咱安尼规工拢伫遮咧行去，啊一个人客拢无。起码我甲你滚落，你倒了，人客随到位。哦，哎呦，有可能。唔相信哦？这是滚！哎呦，简单嘛，我这个行过来个。拍摄啊你讲跑你家。啊，我这下倒啊，我这下倒啊，倒啊倒。真是诶！哎呦，我来去叫人去。欢迎！我家大皮公，你知影啦吼？要问事吼，处理代志吼。来，这来，来，我来处理。公主。来，我处理姐，麻烦姐。来吼。好，来准备，来，好。来，六，你，好，你什么名？哎呀，大仔，你这个大仔，靠，个大仔，不是，别那写啦。第一字，第一字，木头，我知啦，你意思讲你个大仔叫木是第一直土安尼像？不是啦，木，对啦，铁架，
做当机做遮久，毋捌拄的即款听无的，即嘛是咧讲啥？我若听无啥物咧，你是听为啥物名无啦？啥物一个？落来，一个落哎，我知，敢是一个毛，啊，搁一个头，刀啦，多姓多，来，刀，啊，过来，继续，啊，出我热踢，哦，啊，仔是大仔的仔，唔是，在背仔，是对是去啊？背，对一个背。我若是无用着，应该是发财。姓多名仔啦，多仔。来，哎，好，来个处理姐哈，踢，啊，好。你今仔来到本宫就是为人，吼，看你有啥物问题，任何语言实清楚你讲出来，本神拢替你解决。是，是我拜托神明，我要找对象，要交七啦，要找对象，要交七啊，看我就结婚的意思就对了。是，好，这个问题真简单，你先开条件。啊，你争，你争我花，不是你花。你争。啊，你身躯啊全刷去了，即马这个刷去拢甲你提掉啊，因为你若每交一个女朋友，拢是去互别人刷去、刷走去，所以一面一定拢袂蒲啦。帮你处理啊。即马帮你处理好了，我来算看你一面在何方。哎呦，算个安怎？多，你的正言正邪都伫本宫内面啊！正拄好。哦，神明，那伫本宫，敢会使传来，好我送一个。你敢会伤你凶讲话足啊？粗的呢。安娜，什么你对啊，我无礼貌。送一个啦！我看一个啦，上一个，你拢会烧声呢？我为透早到半暝。小弟啊，我甲你讲，毋是莫讲搞，你比你上一个意思。哎上，你的正言正邪就是本宫。哎，无食这摆，边啊，这个卡路下款，恭喜哇！远远啊看是水，但是敢会使我较近的，我看较真，要较紧的呢，看较真足，要较紧的来啊！爱心，这啦，这啦这钱的意思，爱心，对啦，爱啦，心动，爱的啦，对啦，红的啦，嘿。你这是生意问题啊！好，来啊，卡伦啊，徛紧我看者。哦，卡伦水啦，哎呦，细撩啊行吼，撩啊行就好，啊你行咯，是亲像咱咧过船啊，个摇来摇去，我起一个拢袂大只啊，哪有可能有人行路安尼？我这个这个。我甲你解释对吧？你没啊，激动，这位信徒你有所不知啦，你出事的时阵啦，伊胎位无正，骹先出来，三步位骹拖着煞变安尼啦，迄无啥影响。拜托，安尼我报袂落，退钱。我你别保是退什么钱？你讲这每一个人，伊是甲出事时阵有关系嘛？你像小亮哥你捌无？我捌啦。小亮哥遐细汉时，因老爸，伊毋是因老爸啦，因老母要生的时阵先出来啦。
弹出来囡仔来啪啪啪，弹去四面壁。啊，那是菜头还是啥物状况？菜头是因为吼，生不出来用慢的啦，变菜头用慢的。啊，那像张奎是啥物状况？张奎，你是要问几个？你是开玩笑要问几个？我是查某的呢，而且我是这个景上水的，你敢知影要拍我的人，已经排队排到台北车头啊咧。强子拜托伊这大字有时阵会好，有时阵袂好，我无爱啦。我过日我甲你讲，你嫌人人无嫌你，无安尼啦。你行路袂是过准啊咧啊，对毋对？啊伊袂歹，伊规阵大字，啊你行路安尼，你两个，我感觉你两个都一对啊，对啊，对毋对？对啊，袂使啦，较紧的，佮看较上济，看紧。袂歹啦。我看较详细。好啊，收紧啊，收紧啊！注意，我有代志，我袂使。你都无啦，你这样咧爱加钱啦。我这算到加两个。这厉害啊！哈，这人吼就是安尼，人含屎共款，屎领屁股嘛是变芳的。这人愈看佮愈水啦，系啊。安尼 OK 哦，安尼新名啊。你即嘛是新名啊？无我去教，教主，嘿啦。人咧讲俗语咧讲，无鱼嘿，嘛好。水，爽的啦！安尼咱可能会下，啊，因为我大字，啊讲话拢讲袂出来。个轻轻。你大替我接话多好。对。人讲伊咧讲，哦。天上龙凤一对，嘿，地上王八乌龟。瞧，咱即马正是吼良心给你咱规矩啦，来吼，先当来拜堂吼，来拜天地，拜高大，那边好来夫妻相拜。送入宪法。免哦，其他手续以后都拍算哦。哇，恁两个安尼拄啊好咧，恁两个真正是哦，气嘴袂喇叭，袂喇叭。来，一个第二句俗语，吃了。卡伦啊，你最后会看者啊。撩我行。啊，这里。哇！你咧行路，那是像咧过船啊，安尼个会摇来摇去哦。不啦，这我甲你解释一下吼，这是安尼，这出节时因为太位无正吼，啥无位卡卡拖出来变安尼啦，这不要紧啦。这报道安尼，这我报袂嘿，这阮内底上水的啦。我见你莫计较遐济啦，你行路敢若过船啊咧，爱到迄个大市，安尼都麻啦。啊，无你较近看嘛，手紧啊啦，会拄啊无较紧啦。人咧讲吼，晒奶屁股买芳，安尼看是愈水。人咧讲，无鱼，嘛好。直接拜堂，拜了，直接上林宪法。以后，但是要拍算啊！哇，恁两个我看足好势安尼，真正是天生的一对。恁两个根本就是吼青面的娶某。快拍！来，两句俗语，第一句叫做气嘴的袂喇叭，第二句叫做青面的娶某。来，暂停第一句，请举手。我刚刚有听过第一句。啊，互补啦。来，恁拢要气嘴袂喇叭。气嘴这句是真简单啊，手放来，叫爸嘛吼，这真简单。恁两个要青面娶某，嘿，解做者。青梅传某，就是看无嘛，看无就拢斗阵，就拢会使啦。我白来，我白用。嘿，我嘛是这个意思。嘛是安尼讲，老师，请。第一句是讲气嘴的袂喇叭，就碰过头讲的麻，因为气嘴的朋友讲的小可闹风。啊，气嘴袂喇叭就亲像咱以前讲的啥，翘久的拄着大肚的，因为翘久的巴肚的拿落去，啊大肚巴肚的碰起来，所以一个拿落去，一个。碰起来多麻，所以两个多真舒服。啊，若青梅娶某吼，青梅朋友虽然讲目睭看无啦，毋过若到洞房花烛夜，新郎新娘就要照
天地所设的规矩吼，来进行，所以暗时啊两个真爽快，所以青梅娶某后壁伫遐接啥暗爽。暗爽嘿，所以若讲照头啊看起来有碰过即个讲话好女的媒人婆吼来牵成，啊两个真正是麻拄麻，所以应该是气嘴的白喇嘛，这是答案。有史以来，因为大水要来，所以阮出上简单的题目。啊，有人用唔对，但是了解你是暗爽嘛，袂歹啊，暗爽凄迷的错误。来拍鼓励者。厉害厉害。这首真出名，这首的名叫做《高山》啊。高山啊，这是这个杨尚武老师写给我的。姑娘啊，你啦，头前4句你读来。人唔是人，盈盈爱俩糖。是哦。尾溜翘真悬，翘真。莫惊，念嘞，莫惊。你对啊。悬，物件世界场。哎，甲拍婆啊！对哦。对。这物件世界场，物件，这个就是悬字，你无唔对。你莫烦恼，咱讲真悬，就是这个悬。好，后壁4句咱请大师接落去。哎，快互伊甲提示，这里边安念？用药。八贤八啊，我知啊！拄啊，这安怎读？啊，悬安尼我知。八悬八家未跋倒，蒙东蒙西头万个，互人掠着白肉粽。尻川讲加红记，红，加一个，明红，你在红记记。对，尻川讲加红。谢谢，感谢。加一个，老师，你都安尼对无？对啊，拢对啊嘛吼。迄个白哦，普通话写白啦，白是伫涂骹吼，像糖伫涂骹白还是烧，迄是白面的。啊，若要较悬的爱用白嘿，对。哦，八悬八家。好嘞，请大家站起来。来，咱哭叽叽过来，做伙大家来念一遍来，请了。嘿，人不是人，盈盈爱掠糖。尾溜翘真悬，物件世界场。八悬八家袂滑倒，蒙东蒙西头万个，互人掠着白肉粽，尻川讲甲红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会继续收看《画山画水画天堂》。